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屏东东港往回到小琉球的交通船今仔日停驶，唔敢搁出船咯，因为昨冒险硬驶，实在上飞时间才到小琉球。因为这个风影实在太大了，一路上拢是旅客的惨叫声，嘛有真侪人掠土啊咯。双手离开船单。看画面，对当感受到规只船互海洋安尼闪来闪去，一款啊悬，一款啊低。乘客风惊一个，规身躯拢冷烧烧。外面海洋的高度已经超过窗仔门。专门在东流线观光船的船长搭出驾驶舱的画面，分享讲礼拜这几座往回东港小琉球的航程，是这3天来上歹驶、上吃力的一天。这个连人带船危险的航程，因行船人拢清楚阵营。站着开啊，站着开，不能坐啊，坐摔倒。就是一边开船，你自己那个手，因为速度你要控制好，那个船的那个波浪。用那个在开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可能要注意能够吸引啦。昨出入小琉球的交通船，一透早因为风头海洋大，佮加上水流差冲起来到岸边，暂时停驶。是讲因为今仔日是上班日，联营公司找经验丰富的老船长等来驶船，大多小偷排队等来本地旅客。严过今仔日海上也是无盖好，所有交通船停驶一天。千万莫看港口内风影点季节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外海风雨正透。看卖交通船拼命破译向前的画面，安全真正比一切拢搁较要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